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民族分享书看高高讲合法。今日呢，民族我来教大家做料理喽。我来做乜嘅咧？我来做啲嘅萝卜切猪肉汤。噔噔噔，萝卜咧混汤都好食吼。唔过呢，今日我来做啲贴贴咧，就係啲嘅牛宽糕嘛。萝卜切，萝卜切呢，其實就是萝卜咧切地過後曬早就變成萝卜切。現在呢，已經很少看到了，非常非常珍貴哦。我們今天呢，就要來把它煮湯。现在呢，已经把所有的食材都放下去了，但其实这个萝卜钱呢，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调味料，所以你放下去之后，其实不用再加太多的调味品，它本身汤头就会很有味道喽。待会我们再等时间一下下好了之后，就可以一道非常传统的客家汤品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萝卜切猪肉汤，来喝喝看。其实呢，这个萝卜类啊，萝卜类，刚才大家吃到一片一片，就是萝卜，把它切片晒干。因为以前如果一次采收太多吃不完的话，把它晒干，然后之后呢就可以不同季节都可以拿来使用。那像这个呢，就是客家话叫做萝卜切。那萝卜钱，因为它长得圆圆一块，有点像以前的钱币这样子，萝卜钱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“萝卜类炖汤浓厚色”，就是萝卜煮汤很好吃。萝卜类就是萝卜，萝卜类炖汤浓厚色。萝卜类煮汤浓厚色。好什么？浓厚色。浓厚色。浓厚色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做的料理你们也喜欢吃吗？在这边，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新单字喽。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萝卜，萝卜类，萝卜类。第二个就是汤，同，同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。看到是萝卜煮汤很好吃，萝卜类炖汤浓厚色。萝卜类炖汤浓厚色，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次见喽，拜拜。